有冇一刻你覺得自己真係做得好盡，搏晒老命，日日返工加班，件件事情都攬晒上身，但回報好似永遠都唔成正比？唔係你唔夠努力，亦都唔係你表現得唔夠好，有時可能只係因為你行緊條路根本唔係屬於你真正嘅方向。我哋都太急住想人認同，太快想學點樣樣專業啲、得體啲、有領導才能啲。因為阿媽同老師都話要做 leader 先至有出息。但如果你心入邊根本唔認同自己做緊嘅工作，咁你點樣樣出盡力去做，都係冇相應嘅能量場。想被聽見，唔係靠做多啲講多啲，而係你要知道你係邊個，想去邊，講出嚟嘅每一句說話就會有方向、有根、有氣、擲地有聲。所以唔係要你表現得好似人哋想象中嘅完美，而係想幫你揾翻你原本嗰條軌道。升職唔係唯一嘅答案。真正嘅發展係你終於講出你內在嘅心聲。當你所思所想同所做所講都對頻，世界自然會聽見你。